社会新闻来看，婚林一个太太到菜市仔买菜，准备要付钱的时阵，撞出一个歹徒，把伊的皮包啊抢咧走。人已经抓到了，要来提醒妇女太太出门踅街派这个卡网，上好是派伫个离车道较远的迄边的迄个间隔，安尼歹徒若要抢，嘛较歹抢。 一个查甫人骑奥多摆，油门吹落，加速逃走。后壁一个戴红色安全帽的妇人，不管路顶悬车遐尼济，一直伫后壁绕，但是最后绕袂着。一个人伫路顶悬，又搁生气，又搁惊吓，因为包包向逃走。我要下车才拿到包的，我要拿钱给老板。妇人讲，伊是去市场买菜，准备要提钱的时阵，嫌犯突然间出现，就甲伊的皮包偷走，包包内底几啊千块拢新的，而且是连号的。警察看监视器，抓到人，嫌犯一开始讲毋是伊做的。 警察对伊身躯顶悬找出几啊张连号的钞票，伊则讲皮包是伊偷的。他就专挑一些妇孺这比较年长的一个妇人来下手。做侪人踅街的时阵，拢会甲包包派伫瓦马路这边，还是讲可能机车骹踏顶悬，嫌犯若接近，伸手一扭就抢着啊。可以这样侧背靠近这个马路的外侧这边。 派包包出门的时阵，爱甲包包派伫远离车道迄边；骑车的时阵，就甲包包放伫机车、放物件的箱仔内底，安尼较袂去互抢。